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美国的 APEC 将要开会，拜登、习近平在 APEC 要见面，因两人是拜拜，也是真正的超代志。敢会超甲台湾搁较不利？美中台三方面的经济，咱今仔日来看详细。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德勝。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台大國企系以及研究所副教授羅信聰。主持人好，大家晚安。第三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蔡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和觀眾朋友來破題來了解，到底即馬目前美國的經濟情形，乃至到中國啊，甲台灣的經濟情形是如此。美國財政部頂禮拜發布了最新的外匯報告，甲台灣、甲中國等等六個國家列入着匯率超漲名單、觀察名單。有學者認為，這款名單對台灣影響不大，但是對着市場關注着央行敢會擱再升息。央行總裁楊金龍表示，伊是正保留，認為應該也未結束。新台幣換美金匯率過去這2個月出現倒降的趨勢。頂禮拜美東時間11月7日，美國財政部公布上新的匯率報告，雖然表示無重要貿易伙伴有明顯操控貨幣的現象，毋過甲中國、德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甲越南列入特別關注的觀察名單。新台幣趨勢對進出口的影響，甲民眾生活可能的影響嘛引起關心。台灣最近的各位可以發現，這2年的匯率上升，上衝下洗，從30幾升到27點多，那最近又貶到32.5哦。那這個主要原因當然還是因為美元走強。那韓國今年的話，它貶值幅度沒有像過去那麼大，美國10年公債殖利率就超過5%，所以全球對美元的需求就會增加。哦，那相關的其他的貨幣就會貶。目前還好啦，只是超中國觀察名單了，這個影響不大。如果你匯率控制得太離譜的話，哈，只有表面上對出口廠商有好處，但是傷害的卻是進口跟一般的民眾。咱若過來主計總處嘛發布10月 CPI 年增率，對9月2.93%擴大到3.05%，衝破3%的大關，從9個月以來新高。過來央行敢有可能閣升息壓制？因為美國聯準會雖然連2屆例會攏對升息打動啊，毋過有願保留升息這個選項。到底台灣升息的腳步敢是已經結束？總裁楊金龍有所保留。我們也還是有保留了哈，應該是還沒有結束，只是說像美國啦、英國啦，還有歐元區啦，還有其他的那個加拿大、澳大利亞，他們呢都已經是幾乎是到達最高點了。那台灣呢，基本上呢，因為我們通膨率也慢慢在下降，現在到12月中還有足夠的時間去觀察它。楊金龍表示，目前台灣通貨膨脹比其他國家閣算是溫和。10月通貨膨脹率閣升懸，主要是因為風台的關係，閣會當觀察一段時間。咱若國際貨幣基金 IMF 預測，咱國今年經濟成長率無法度保1%，伊認為以央行預估，今年 GDP 成長率會佇1%到1.5%之間呈現 U 型復甦，而且明年出口豆豆變好，經濟成長率表現嘛會比今年閣較好。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你睇下看到這個新聞大，你唔通想要轉台。我跟你講吼，這3位用上簡單的概念吼來給你解說，到底美國拍卡上，台灣是唔是會感冒？而且台灣的經濟情形是唔是敢若 IMF 講的0.8%而已？那麼台灣是唔是一如咱的這個國發會主委啊講的，講1.5%以上啦？但是事實上，到底美國的經濟乃至到因的貨幣，甲台灣的經濟這個牽連吼是啥物吼？我先請咱這個邱老師吼，甲咱用簡單的概念甲咱解說一下。好其實美國就是全世界上大的這個需求的市場。
那所以讲，咱美国伊的需求呢，那因为讲伊即马即个利率吼太悬，因为即马利率是5.25甲5.5，够悬的悬啊！吼，遮尼悬吼。那遮尼悬目的就是为着要对付即个通货膨胀嘛，吼。那美国的伊的需求呢，若是要救落的话，吼，全世界的即个咱讲的即个迄个叫做供应链，吼，伊的运转就无迄个动机嘛。你卖就卖袂出去，伊就无爱买啊。伊无爱买啊，其实吼，咱台湾即马咱的生产、咱的出口吼，即个消费财吼是较少数。咱最主要，咱拢是中间财，中间财就是遐零件啦，吼，遐物件，吼，包括半导体啦，包括即半成品就对啦。半成品吼，那所以讲，即个供应链伊若无即个运转的动机的话，咱台湾的出口会出问题。订单就少啊。订单少，出口出问题，吼啊工厂呢就免开工嘛，吼啊搁来就是会对咱的就业的这个数据发生问题啦。所以咱才来看讲，这外销的订单连13个月拢黑色的啦，对，是就是这个因为受到美国这边影响，那乃至到讲是毋是甲大陆因为有咧脱钩，吼有咧脱这个风险钩。所以嘛，致使到一寡订单会变少。啊，其实今年的订单啦，吼，毋是干那讲美国市场少，啊，中国大陆嘛少啊。全世界拢少。全世界拢少啊，因为中国大陆伊嘛是这个供應鏈的一環，吼啊，而且伊本身的需求，咱即馬看到中國大陸的這個通貨膨脹率有個走嘅負0.2%，吼啊，這就是表示講伊本身的需求嘛袂起來啦。吼啊，所以講這兩大市場的需求攏落落啊，所以咱今年的這個出口就較歹安尼。哦，這是一種觀點吼。即我要請教羅教授吼，羅教授，你來對這個股市的角度，因為咱也知影吼，台灣的股市吼，我真奇怪，毋是外資攏走了，吼，尤其舊年啊，哦，走到460幾億的這個美金嘛，吼。我都走了，但是今仔日咧都起大價，都17點，啊，這是安怎？認為咧個救市，還是講咱真正咱台灣的經濟阿無奈，還是講健全無問題？當然啦，吼，就是講股市咱攏甲當作是講大家迄個信心的來源。嘿，我厝內荷包攏佇遮安尼。啊，所以其實佇過去的這15冬吼。全世界上大的變化吼，所以變做股債那種定咧罵講，說政府袂使去顧盤，啊愛互投資人去面對風險。啊，這15冬吼，對美國、對歐洲、對這個日本吼，攏學台灣吼，變做顧盤是政府的飯碗的來源吼。啊，所以咱股債攏知影講，佇迄個老國民黨的時代吼。啊，遐個黨甲政府攏定伫替盤吼，啊，你若對掛迄當陣個叫做大掌櫃，啊，就真有通練吼。啊，即馬煞復咧，即馬全世界攏甲台灣看齊吼。啊，這是坦白講，對咱學經濟人來講是足痛心的啦吼。啊，但是即種政治甲經濟吼，愈來愈混亂啊，即馬用。各種手段吼，敢若想要互伊的迄個看起來迄個社會信心無改吼，迄就敢若一路拍強心針吼，還是注類固醇吼。老師，你認為這個方式上大的害處是啥物？這第一點啦吼，因為咱普通講，其實產業都是愛調整啊，就那個咱人共款吼，袂使硬求啦，袂使硬求吼。啊，你若無互伊迄個起落啊，是大家信心的一個反應吼，啊，所變做大家都未退場嘛吼，啊，你若大家未退場，啊，投資傷濟啊是無前途的部分，伊就會拖，啊，伊就會賴，啊，伊會共款會使佫去銀行借錢，啊，就變做轉做後擺的呆賬，啊，你遐有前途的搶，伊說搶無搶房呢？因為迄工業區攏已經去有掛好咧啊嘛。但是羅老師，這外資走去，主要走的所在攏是對台積電對遮走出去，並唔是即寡。我想外資可能也看袂到咱台灣這種中小企業型的上市的公司吧。啊，但是咱攏知啦吼，其實台灣的這個中小企業吼，伊迄個
土地资产啦吼，伊的地方的政商关系吼，其实拢不只要好啦。所以咱即马吼，若股股市安尼顾调调吼，其实一个风险就是像差3、5当前，咱伫日本看到的关系吼，日本凊彩啥物公司吼，拢做假账。所以就是开始有一连串的反应。你迄个股价就是要有迄个 EPS 嘛。你无遐个出口，还是无遐个业绩，你就爱硬甲生出来。这上市公司敢安尼，敢安尼做？你伫日本，咱都已经看到伊遐个，不管是遐个咱台湾上熟的遐个电器公司吼，拢共款啦。拢共款，所以头拄仔你咧问讲，一度下盘股市有啥物歹代志？歹代志就是变做讲新陈代谢袂发生，大家拢想讲要维持迄个股价，才会使去银行借钱，你就爱创造出营收，EPS 就有寡风险，这个风险的偌大咱唔知，日本是上差的但是咱唔知咱台湾。所以咱台湾即马，你认为未来可能发生这种代志？不，就是讲你头你问讲硬股盘后盖会安怎？我就甲你讲，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像你伫日本看到嘛。蔡老师，你敢有同意这种以前这种看法？你讲硬股盘，其实当然硬股盘绝对毋是一种好的现象啦。所以即马看到政府即个个人基金嘛开始咧退场啊嘛，伊即马毋是咧进场。因为当然即马股市伫台湾也甲维持着156点以上啦吼，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其实我观众朋友长久以来应该慢慢来累积一寡家己基本的一寡常识。即个常识就是讲，大家当看到拄则主持人讲到，咱出口已经维持一段时间拢表现了毋是真好的情形，所以即个股价也甲维持还好有。足大的原因，有那是资金的现象，就是拄则咱咧讲到，即个联准会也好，美国中央银行，还是讲日本，还是讲其他国家的这中央银行，因继续有那是还个维持袂少钱放伫外口啦，所以开始造成这个热钱吼，这个外资。我咧讲的外资，毋是讲入来咱台湾投资、生产设备的这个外资，是入来买这个股票，做一寡财务投资的这个外资。伊当然，伊这资金的钱，伊也是感觉也甲算作少，无伊即马美国的利率也甲是遐悬的情形下，伊根本伊就无法度甲继续甲出来，对。拄则讲到就是讲，是毋是这个企业会因为政府安尼护盘吼，伊开始伊的财务报表会有啥物问题？其实伫这段时间，咱会当看到台湾吼有足侪伫咱台湾上市的公司，虽然咱台湾股市维持的这个。整个大盘吼，也甲维持了伫156点以上，但是其实已经有足侪较小型的公司已经落来，也就是讲，这小型的公司嘛，无因为政府的护盘吼，伊就开始讲伊的债务会计，迄是会计师公开上市公司拢爱签销的，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因是市场安怎，伊就爱安怎。你若讲市场就真正遮歹，这间公司哪有法度甲表现遮好？除非伊的技术真正足好的，伊的技术若真正足好的，伊应该伫市场会有足侪人会熟悉伊的，所以伊的股价表现嘛袂讲伤歹。但是伊若表现嘛歹，伊的产业嘛安尼，应该是较无即个问题，较袂讲去像过去日本有发生嘿，较袂有即个问题。因为即马金管会即马的监理应该是愈来愈严嘛啦，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嘛上市公司当然咱袂当排除讲有一寡。较无去互绕高去的，公司治理的，是较有问题。但是我嘛，大部分的公司，大部分的即个迄个头家人，应该是拢一个规矩矩的做生意。这讲到底吼，我还是要先请教三位吼。美国的经济情形，但真侪人有一种预测美国啊，讲到这个专业的。这领袖就讲吼，这利率倒挂啦吼，安怎拄安怎啦，这美国一定会大崩盘啦。其实这个崩盘吼，我有印象，差不多已经讲到差不多7、8档已经有啊吼，所以我知。但是美国在目前，尤其在顶礼拜，伊利率也无调，也无安怎，但是伊是看到啥物物件，伊无要来放手，伊嘛无要来松手。嘛，无要来放行，到底伊是啥物情形伫？
哦，因为联准会吼，即马伊唔敢降利息吼，最主要也是讲即个通货膨胀率吼，也是在伊设定的即个2%以上。哦，伊即马未落来。有慢慢啊落来，但是有时啊，搁跳起来哦。为什么？因为特别就是讲，即马美国的情况是伊的制造业足歹的，哦，但是伊的服务业足好的。哦，伊即马一寡服务业是欠人的。像今年我去美国2遍啊，吼，去住喺旅馆啊，伊即马拢2工变1遍尔。吼，伊毋是逐工变吼，因为伊欠人工，吼所以讲美国即马伊的通货膨胀率一部分是因为服务业吼，为着要引人啦，要引人，所以伊加薪水，安尼所以讲伊即个服务业即马伊的即个通货膨胀率吼，就是咱讲很粘着做连条所以伊即马还袂当去甲降利息。若要甲降利息吼，我咧看可能爱等甲明年甚至甲第四季。因为即马看起来，即个通货膨胀率讲，明年可能都无机会会当很顺利的来甲伊设定。这看起来要是嘛无半，这算半小时啊，无活无死啊，无活无死安尼。这到底伊这个情形，伊应该用什么来解封呢？那有人讲，伊这早就应该爱注意强心针落去啊吼。伊国际，咱也知影讲，伊的国际前几日伊佫想要调悬啊，已经连续40几届调悬伊的国际的这个 glass ceiling 啊吼。这乃至到伊整个，伊即马要见到这个习近平，伊敢有想讲，好啦，我甲你佫做生意，我看有通啊，佫加减甲我的经济佫救转来一个。因为这个经济礼拜的时阵，就是2个手段啦吼。那一个就是这个中央银行伊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也不了就是讲这个财政政策、财政扩张。钱借出去安尼。对，伊即马就是讲这个美国的经济，你看伊安尼敢若讲要死要活，但是今年美国的经济其实若看数字是还好。我看第3季，迄 GDP 咧4.9啦，是4.79安尼呢。对，所以讲迄个极端的手段也免使用啦。这个时间，伊就是想办法，这个通货膨胀会当稳定，想办法，这个民主党明年这个联盟会当胜选，这上重要，再个拍胜。所以伊嘛有像咱这种考量，执政党的考量就对啊。对，那你若讲过去伊美国的一寡选举，我来看那对这个克林顿开始我发现那只要讲这个经济成长率无好，也是通货膨胀率欠悬那迄年伊若要连任，是要讲这个政党顺利就是交棒结果拢无拢足顺利的。所以经济的数据对美国的大选有绝对的影响关系。我睇看罗老师在偷笑了，老师，民主党伊即摆处的这个药方，徛的这个药方到底是啥物？因为伊也甲中国咧脱钩。生理有一部分拢无咧做啊，但是整个经济情形看起来，国内某种数字看起来佫袂歹，但是呢，真正看到即个企业界甲个人的消费指数，佫无讲介好呢，这到底是要安怎来解脱？当然咱一步好啦就是讲美国自第一届迄个石油危机到即嘛伊一度拢是全世界的经济火车头啦所以美国的消费若开始变好是一个好事啦第二点当然就是讲，因为美国的市场遮大，美国的消费者的迄个品牌的迄个认同嘛足悬的，所以你看伊若手机其实苹果伊就是占第一啦所以伫全世界伫做迄个我们outsourcing 啦这个外包其实计数成本拢一直掠啦，伊都两头赚嘛成本甲你加，计数迄边甲你掠按，所以其实美国若要问讲伊的规个迄个国家的迄个收入其实是真好啦咱看伊即回迄个。有摕到美国补助的产业不管是迄个足侪呢，太阳能啊、充电桩啊，安怎，伊拢要嘛要趁，嘛要有伊的国际影响力，嘛要想讲伊若要甲你垫，伊嘛要甲你垫啦所以你甲看伊的迄个规个迄个
太阳能板吼，所以变做拢爱刷去东南亚，甲卖去美国吼。但是原料遐关键的遐主材拢是对大陆去吼。因为即摆大陆有迄个 RCEP 拢免税嘛，所以安尼刷一个吼，是大家拢会使谈。但是一部摆就是讲高级品管据伊的迄个规模，你要坐准的时阵吼，对上海出去，对广东出去，甲对越南出去，迄是无共款的大世代吼，迄差足济的吼。所以你变做讲，当迄个底时会使啦，拖久吼，大家就会佫开始得算盘得掉就袂好啦。所以你即摆变做美国的国会迄个共和党不爱互伊遐个预算拢过，甲抬超了4成以上。伊本头爱佫分差不多5档来开这个钱。你抬4成，佫分5档，后来就变1组尔啦。所以咱即摆看起来变做讲，若要问美国的迄个工业佫投资吼，无咱算熟悉的较好啦吼。而且伊变做连石油吼，本头来讲说2030开始就袂使用石油。石油哈。即摆拢取消嘛吼，拢取消啊。所以变做你若一取消，大家就开始改变伊家己本头的拍算。本头要做的投资，本头要买迄个新的电动车，就拢会拖落嘛吼。所以你说即摆变做美国伊迄个，敢若像迄电动车的迄个充电的迄个桩啊。条啊，伊就无办法好普及啦吼，所以你即马变做讲，伊伫迄个工业生产的部分，无办法像伊嘛较好。但是因为伫消费的部分，尤其是讲实在安尼，即2、3档安尼对拢袂使去吼，所以当然你即马看伊即个第3迄个quota吼。伊迄第3quota、第3产业吼，其实拢为有迄个大家放暑假，起草是袂歹，会出去佚佗嘛吼，会出去食，会带囡仔去踅，所以迄拢袂歹。你日本嘛是共款吼，日本因为咱大家拢去日本暑假去佚佗吼，所以日本的迄个暑假的遐个观光业嘛趁价吼，定无咧，定无。所以变做讲，但是这种一时啊，这是一时啊，所以咱即摆看问题变做。爱慢慢去甲慢慢去甲掠。这老师，这人因落一个这个 term 吼，叫做 handover 啊，就是讲吼，大家下死命去了，结果吼酒醉饭饱了吼，哇，开始啊，兴存啦，再来看讲，他拄罗老师讲实际上因在国内制造业的生产量以及投资量无遐紧，但是咱的台积电已经去到遐呢，你预测？咱台湾比这个美国的影响会偌大呢？敢会到，譬如讲，这个公主委所讲的讲，咱其实1.5%，佫袂歹。其实我感觉，实际经济成长的数字有法度1.5，还是讲1.5顶下无吼？这足歹讲的啦，因为未来嘛是抑到有起起落落，但是今年主要大家较望的就是讲咱台湾这个。国内的这个需求有出来嘛吼，因为疫情开始解封了，大家当开始出来佚佗。但是我感觉若要讲，是毋是会因为讲台积电无伫咱台湾投资，怎啊刷去美国投资，会影响到咱经济成长率呗？我感觉这是2回事啦。因为伊伫咱台湾嘛是继续咧投资，伊伫美国遐个投资嘛无遐顺利，因为受到一寡劳工环境的影响，劳工条件讲袂好势，所以伊咧设厂的进度嘛无过去想的遐紧。到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因咧设厂的进度无遐紧，是讲伫台湾的资本的支出会对后壁开始去延后投资。最主要原因嘛是因为全球景气的这个关系啦。全球的景气也会慢慢落来，因为需求就无遐大嘛。伫过去这个疫情的3档中间，其实已经有足侪人该买的这电子产品，规拢买了。咱台湾上强的就是电子产品啊。大家伫疫情3档拢买了，你要叫伊甲买，无啥可能啊。特别是伫这段时间，因为发生这个乌克兰气候，这个热西亚来侵入，所以造成整个这个国际物价怎压起来嘛？压起来，倒
等于到拄则主持人讲到讲，啊，美国的这个 Fed， 美国的联准会，伊就甲利率扭较悬，大家唔通拢当做美国利率扭较悬，无要紧哦。迄利率扭啊到咱即马寄美金的定存5.25。是啊。迄种的利率你若甲摕来咱台湾，逐个若咧纳厝，若咧搭房贷吼，你去纳看卖啊咧。对银行来讲最好用的啦，对咧纳钱的人是足疼的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咱伊今年抑够有升哦，伊今年的利率抑够有继续升哦。伊即马有要升无，抑甲唔知影，有可能会升，但是伊绝对无要降。啊，所以即个时间啊，一甲扭转去会发生啥物代志？会发生迄本来我甲我都过。我生活抑个无啥问题，我也不多去，嘿，我会当继续安尼度好过。但是伊时间若是甲扭我长吼，慢慢啊一寡体质啊较歹的企业，我的收入都无遐好嘛，因为大家咱台湾的出口无遐济，中国的出口无遐济，也是讲韩国的出口、日本的出口也好，大家拢落落来，啊，就是因为上主要的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因的经济拢无遐好啊嘛，因的经济无遐好。就是讲，大家原来是爱加减啊欠长内多，但是我会当欠的已经尽量欠啊，物价实在是起了太悬的，物价起了太悬的情形下，会发生啥物代志？就是我的支出一直咧增加，啊，我会当欠起来钱一直咧减少啊，所以咱会当看到美国吼，其实上升的数字，因咧路卡吼，信用卡的违约的几率已经开始咧升悬啦，对。所以这个信用卡违约吼，的几率慢慢咧升悬，就代表我怎？我本来有法度安尼借钱慢慢啊倒入纸的，我无法度倒啊，因为迄支出实在是太悬啦。所以咱可能袂当伤过乐观讲，哦，美国即马看起来那用用啊，伊安尼马紧，谁哪会大概望讲，伊明年有可能会降利息，谁哪会望？会降利息就代表经济安怎？咱出口会较好啊。对啊，啊，伊会降利息就代表美国经济是毋是会怎啊扯落来？伊若无扯落来，伊去降利息要创啊？我若小降，抑甲经济遐好，我哪着降利息？啊，这两难呢。这是两难，但是咱升利率本来就是想要互经济慢慢啊扯落来，慢慢啊扯落来，互伊物价慢慢啊会当降落来。安尼较有法度，互物价真正降。啊，物价伊若真正维持啊悬，啊。利率拢完全无效嘛？我买是无可能的啦，因为利率伊就会影响到咱咧贷款的支出，会影响到企业咧借钱的这个支出，咧欠钱的这个咧借钱的这个支出。所以利率只要时间一扭转，迄个效果一定会出来。你袂当望伊讲哦，我利率一起来，啊3个月就已经有效果。你讲中央银行，咱台湾的中央银行哦，伊讲。我才等咧问咧，中央银行可能也未结束咧，可能也甲爱甲看一站啊。台湾的中央银行吼，虽然讲伊的利率吼升啊足少的，参美国比起来实在是人一件就甲你升了了啊啦，伊根本哪像无升咧。但是啥哪伊升利率，有哪会有迄个效果咧？因为台湾的房价伫即几档来讲较坦白，实在是已经起袂少啊。所以伫即个房价已经足悬的情形下，你利率小可降一下吼。大家咧借钱的人，伊的利息的支出就会加有够侪出来。啊，我若甲面对着即个物价咧起起来，我甲面对着利率咧起起来，啊，我会当欠起来钱，就会愈来愈少啊。啊，我若无法度，我本来若算啊安动动的人，算啊拄啊好的人，我会安怎？我就袂出手啊。我毋是袂出手，我若袂出手的人就袂出手，我若出手的人就害啊。我有可能我利息就拿袂出来。所以，像那即马咱台湾的房价吼，即马看起来，伊个量已经开始降落来啊。价可能抑个无落来，因为你营造支出咧增加嘛，所以价效可能咱无遐紧，但是量已经慢慢啊咧扯落来。主要原因就是利率的影响有闹出来。你看咱台湾中央银行升啊少，那像无升咧，拢加减也有效果啊。更何况是即个美国的即个利率。老师，你有赞成讲咱规期升更较济一点？我嘛要升济升少，咱是看咱当时的现象啦。伫过去咱台湾迄个物价真正开始咧起的时阵，你无升；伫即马物价开始无起啊向，你来升，迄足奇怪啦，迄是无合理的。嘿，所以我感觉是讲，像过去咱伫节目之中，咱有讨论过几件啊，讲是毋是即个理由爱升无？对升啊！因为伫迄个时阵。已经起有够紧，因为咱若无安尼起，咱若无起，迄时阵咧起，大家讲
啊，你若起去了，迄大家咧立即个房贷的人，伊的支出会足济。你若烦恼伊房贷支出会足济，毋是去烦恼你的利率起伤济，是房价起伤济。因为利率升上，即个房屋的即个计数，开始你真正利息的支出嘛。所以你若感觉讲，你伫即方面安尼升，会造成这借钱人负担。政府有即个考虑，中央银行有即个考虑，咱拢会当理解。但是咱较袂当理解是讲，啊，你若感觉这足严重的啊，你想那伫房价遐，你伫过去中央银行，你无咧处理，嘿，你无爱好好处理。中央银行若提早处理，其实房价就无法度起啊这，因为伊去限制着即个厂商。啊，去迄个会当借钱的即个额度，你本来当互伊你借摕土地去，会当互你大概到7成8成，即摆你会当贷6成、贷5.5成，那会无影响？当然有影响啊，对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迄个台湾爱升利率的迄个大升，迄个时机可能过去啊。但是主持人讲的就讲，我嘛是望讲中央银行会当根据着咱台湾现实上的即个物价来。控制伊的即个利率应该安怎升？因为虽然讲伫10月份，咱即个物价咧起是起的超过3%嘛，啊，主要是因为风台的现象。但是你伫今年到10月份看起来，你平均看下其实是碰中啊咧。你核心的即个扣掉即个菜啦，吼，啊，遮的即个水果，也是讲遮的石油，伊起的即个物价吼，其实咱核心的即个物价的成长率，也较高过咱一般的物价成长率咧。就是讲，即个物价已经侵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咧买物件，毋是讲干那迄风台暂时迄个影响啦，石油暂时起来影响，迄已经毋是上重要的影响啊。这是咱正月份到10月份，咱的数字咱会当看出来。老师，你敢有认为讲中央银行应该出手来处理这碰撞的代志，还是讲无啦？咱还有时间通好判断啦？应该要马上来出手吗？因为咱台湾吼，甲美国无啥共款，咱台湾的经济体制吼，出口也是上重要啦。那美国咧，为了国出口较好安尼。嘛袂使讲，因为咱台湾就是讲这个外汇存底对咱足重要。因为咱毋是有参加，比如讲什么 IMF 迄块组织，吼，你若连讲这个阿强啊。对咱威胁，咱爱想办法去顾这个新台票的这个货价，咱袂使互伊安尼规个扁到跟那卫生纸一样，对不？咱国家就无救啊。所以讲某种程度上就是讲对较早较今嘛，咱台湾就是拢感觉这个出口是重要的，啊，所以讲咱中央银行伊咧看这个物价这个问题，伊毋是干那看物价，伊嘛是有看汇率啦，吼。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经济成长，吼。咱的中央银行过去的经验，感觉讲伊咧看，敢若评美国的联准会有看较重要淡薄啊啦，吼所以讲伊的这个独立性，可能就是说相对之下无哈尼超然，我感觉讲这边然后12月，这可能较歹势啦，但是就是我的观察我个人的观察跟台经已经无关啦，不要紧，这个这个12月当干数会啦，我感觉伊最主要还是会看11月的数据会表现，伊虽然讲头拄主持人讲伊到9月规个敢若通膨甲这个核心通膨严重嘛，但是伊到迄个时阵，伊也是会看11月。11月我咧感觉是讲，迄个因为这个人讲通货膨胀有2款原因嘛，一个是需求，一个是成本。即马看这个情形，就是这个成本的这个力道，敢若是无啊。无遐悬。需求呢？这个暑假嘛过啊嘛，所以我感觉11月应该会落挂。会落挂的话，就是敢若头拄蔡教授讲嘛，伊就是你通货膨胀足悬的时阵，你无去调，你即马通货膨胀落来你搁去升利息，安尼就无合理啦。所以我即马大胆的用药的我感觉12月这个当干事会应该是无动作较对啦。罗老师，你认为呢？坦白讲啦，咱因为利差足大个啦，所以你台票安尼拨其实你像中油公司伊是足伤的啦，因为伊个进口的石油拢是用美金计销咱迄个像饲料啦、米粉啦，拢会使起价尤其饲料迄起甲足凶的，凶甲饲鸡的人拢无爱饲啊
啊，但是你迄石油咱佫袂使去啊，是咱有遐个牙齿，就是你若到35块，伊就袂当佫叮当啊啦吼。所以咱有一个上悬的迄个 cap 吼。所以其实咱即摆即个中央银行采取的即个政策吼，其实对无共款的公司、无共款的产业吼，是影响足大的啦吼。所以咱古早想讲，咱房市是火车头吼，啊，营涨了爱互伊一直强吼。啊，但其实咱嘛欠工啦吼。啊，你这个厝安尼遮起遐起，啊，因为拢抢咧起，啊，所以你看咱伫台北市嘛，看到厝都崩起吼。啊，毋是干崩一位哦吼，啊，是你讲咱迄路吼，伫迄个民生西路、林下夜市遐安尼崩几落界吼。其实咱已经爱家己问家己吼，就是讲咱安尼干那硬死要用即个方式来甲迄个台湾的经济成长甲扭合起来吼，敢有值？敢有值？因为咱坦白讲吼。咱遮个厝扩起吼，其实是因为咱伫迄容积率吼，互伊足侪好处。啊，遮个容积率一落吼，咱的迄个大个位的迄个品质就佫落去吼。啊，咱规台湾其实本头是古早拢讲做爱城乡均衡发展。啊，即摆煞变做干那台北伫发展啦吼。即摆有影厝价看起来是逐位拢伫起啦吼。啊，但是你若去看台北的厝靠人大。啊，租一定租会悬，啊，大家拢抢咧要来台北佚佗，啊，你别位毋是安尼哦吼，毋是安尼哦，厝价有起，因为大家拢想讲啊嘛。有啦，我所在是迄个台积电的南科呀，是，你真侪人咧住啦。像迄个左营附近迄中油的迄个四清遐嘛拢起嘛吼，啊，但是这都毋是重点啊。老师，但是这种对经济吼，要个扶持起来，这种思维吼，我的感觉是，这一路行来，这不管是倒一党的执政党，拢是在这种立场上去思考呢。加减减啦，就但是手段有较强啊，较弱安尼差别安尼。所以我头拄你讲嘛，我讲其实这15档全世界上大的变化。就是大家拢讲做，阮尊重市场，阮尊重民间活力的发展。啊，其实大家拢伫遐唱鸟仔空嘛吼，拢安尼找一个理由，就会使做利益输送。你即摆像伫美国，所有的存款，若有了，拢政府出钱。啊，你安尼要安怎管金融业、银行业？连美国都安尼处理。是啊，啊，这是足伤的吼，因为。咱行到21世纪，啊，说规个咱讲做公共部门的治理，还有做 government governance、public governance， 即样说变做倒退路啦。啊，你即马就是大家去投票嘛，无效啊，因为啥嘛？你迄放一个鸟仔空，啊，大家都拢会去两嘛，啊，愈两就愈大空嘛。啊，无甲一帮以前吼，大家拢袂停啦。无啦，至少在场的3位经济学家拢无认为这种是好方式吧，老师？就是讲你若讲互经济讲干那靠房地产，这当然毋是好的。啊，但是咱要思考就是讲，房地产是一种方式啦。啊，拄则柯老师讲的出口嘛是一种方式，但是我要提醒的讲。维持出口吼，毋是咱中央银行的责任啦。若要做好出口是经济部的责任啦。咱中央银行该做，那是爱看物价有平稳无。老师认为中央银行伤多？哦，伊绝对袂当伤多哦。伊若伤多，伊就会变成美国拄则主持人讲的操控汇率咯。因为你若为着要降低汇率去帮助你的出口，这就是美国人上敏感的啊。因为伊咧看你有操控汇率。要甲你看，要甲你制裁，伊甲你放伫观察的名单内底，有一个上重要就是讲，你的出口袂起啊，袂伤济去嘛。啊，你的出口啥会袂起啊，袂伤济去？是不是？是不是你有甲你的汇率用了伤过低？所以这是一个观察的这个index 啦吼。所以伫这个时阵，我感觉中央银行伊若会当甲这个房价。问题，房价问题，伊会当用的工具实在是足济，你会当带的声数到底偌济，你的利率到底偌悬，拢会影响
你会当去问真济想要买厝的人，伊一定伫遐咧想讲，中银行当啥物时阵较会甲利率比我悬啦？啥伊迄阵会想，伊感觉房价降落来嘛，因为大家去借钱都会听嘛，毋是讲借钱借袂听的，所以我嘛，你若转来安尼讲的话，大家若是讲，互即个利率，互伊较正常的中央银行，莫去调工去压即个利率的话，你房价嘛袂起啊安尼啊。你若有去真正注意到咱台湾的物价，房价嘛是物价的一部分啊，对无？你咧观察你的房价的时阵，你有咧注意你的物价，你就去看你的房价。啥你的房价若有起啊遐悬啊？你的物价那小可起呢？是因为房价占咱台湾人的支出足低，还是你家己估价了伤低？吼，所以。中银行爱有即种的想法，毋是讲哦，讲到即个物价的时阵，就讲啊，这拢是主计总处的问题，吼，拢因咧估价，参我无关系。其实我嘛，咱有当时咧看一寡数字的时阵，咱爱回头转来想啦，想咱想要看这个数字，咱要看这个数字是要让咱人民过较好的生活，互因咧生活的成本袂讲受到即个真悬。真价安尼，嘿，袂安尼顶顶下下，互大家造成人生活即个。是啊，你一个钱来拍24个，你过得偌辛苦啊！所以拄着啊，即个主持人讲着，一个钱拍24个，其实咱逐个月吼，其实主计总处拢有甲无共所得的人，因面对着的即个物价的波动吼，拢有甲伊算出来。啊，就那像主持人讲着，伫即个较所得较无遐悬的人，因所面对着即个物价吼。起来的即个幅度吼是较悬的，所以也就是讲，伊已经是领所得领较低的人，爱面对的物价占伊的支出，甲占有够悬的，所以伊的生活当然是甲愈无好过啊。啊，看到台湾的即个厝价安尼一直起，当然这毋是一个现象，但是我感觉长期尾啊吼，政府若无好好看即个，当然伊即马有开始咧看即个房价即个政策，就那就包含着即马嘛开始。吼，对着即个真侪间厝的人吼，开始即个税率吼，甲你调悬。但是除了中央政府去调税率吼，其实我是望吼，咱真侪地方政府的即个爸母官，既然恁叫爸母官，恁应该爱甲恁每一个所在，恁遮的即个房价吼，基本的即个合理的房价爱甲调起来。你迄个所在已经经济发展啦，咱莫讲其他遮个农业县，咱敢若看一般咱的六都就好啊。咱的六都，恁遮个爸母官有甲恁合理的即个房屋、即个价数有甲算互出来无？若无，遮个爸母官讲伊拢是足疼惜咱地方的人民，其实迄毋是咧疼惜，你是咧帮助遮个建商继续咧互因即个价数互因起起来。这绝对毋是一个好的现象。是，这吼，咱讲白，我来看吼，这个各候选人吼，伊的政治现金内面吼，70%我会当真负责任啦，70%拢是建商咧，拢咧投资的啦，吼。啊，这你要叫爸母官吼，伊个调看你的，这可能在政治现实上面临到因的道德的谴责，讲我到底应不应该安尼做？咱至到讲制度上，敢有其他的方式会当逼到因讲，无咯，这毋是你会当做，还是袂当做？你会当选择是你必须爱做，在制度上敢有通安尼？我对我来讲啦吼，我感觉你地方政府有你地方政府会当家己去找钱的方式。哈，啊，你会当讲算你是你地方税，你会当去扣，你无爱去扣。啊！你到时阵，较来讲啊，我拢无钱啊！你中央政府爱加拨一寡钱给我，迄敢有合理？无合理嘛！啊，所以若伫即个情形下吼，其实中央政府会当讲，你若无爱好好啊去执行你的任务，敢若你要做好人，拢要叫我来做歹人的话，我感觉咱得互伊钱较少的嘛。啊，互伊钱较少，当然即个地方的爸母官会甲讲啊，中央政府拢无爱照顾阮地方，啊，得爱甲算互清楚。我是感觉人民需要有哪爱互因知影。知影讲，想到因即个地方的税收合理的税收会降啊遮济，你若无互因知影，其实因永远拢袂了解讲，就是因为因选出来遮爸母官。一般选民来理解讲即种结构。是遮爸母官，不管是对一党的，其实拢真大部分拢相共，拢是无好好啊去甲即个房地产的问题好好甲处理又好。
这咱讲到这吼，我咧感觉讲吼，咱台湾敢若亲像咧拍野球吼，迄野球选手吼，顶头拢有大小哥，这是某某品牌，这是某某品牌，这某某品牌。啊，咱吼有当时拢用一寡补贴，啊无就啥补助吼。譬如讲，咱就知影讲哦，即马大学生吼，较读册，较困苦，所以咱就来补助吼。啊，就即本咱就知影讲公教人员佫调薪3%咧哦。吼，这明年佫要调薪3%。咱至到讲中央银行伊要做这物件的时候，伊考量足济吼，上后尾要升到3位啦。咱台湾自即马开始已经到第4季啊吼，乃至到明年，咱台湾的产业乃至到个人，应该爱什么态度来看待这个经济情形？啊，家己会，譬如讲处理家内要安怎来收煞，要生活较好安尼。我简单补充一点吼，就是讲，头拄仔咱讲到股市，即马股市已经17,000吼，然后我是感觉讲爱去看咱的经济，经济吼，若准做讲，比如讲出口已经遮尔歹，那股市遮尔好，啊，咱就爱较小心嘞。吼，你头拄仔主持人讲，咱要安怎照顾咱的生活？吼，我想台湾的这个股民吼，是足大多数啦。啊，你所以讲这个时间吼，爱较谨慎者。看到火你就唔通撩入去啊！无唔对。哦，老师提出警告咯，老师。其实吼，咱当然一步摆吼，就是因为咱爱甲日本、爱甲中国、爱甲美国，拢爱有关联啦吼。啊，所以即几个部分若较歹吼，咱就较忝啦吼。所以你看日本即摆已经日币跌到已经150几块去啊吼，迄已经比年初头啊的时阵大家按算吼，佮加跌超1.5吼。敢若卫生纸咧啊？是啊，啊，但是日本的出口嘛无介好啦吼，无介好。啊，所以咱即摆就是变知影讲吼，咱伫台湾吼，若要去靠顶界迄种想法吼，靠贸易、靠起大楼吼，来甲经济看起来，迄是真忝啦吼。啊，好甲在啦吼，因为今年的迄个马年的过年啦吼，真晚2月18啊啦。啊，但是咱选举吼，1月13就选了啊。啊，好甲在吼，中间还有个外月会使好好啊想代志吼。所以政府即马就是徛说呐，为着要选举歹势讲吼。但是我会使甲大家台湾的迄种服务业出口，甲救起来迄部分吼，拢爱甲迄个政策拢甲想好吼。啊，你要在1月13了后，甲公开、甲通过、甲稳准吼，我拢甲你拍破啊啦。因为咱还有迄个国外的，互大家去看一下。歹势甲选民讲的，1月13选调才来讲啦。对啊，但是爱先拼落好啦，吼，爱先拼落好啦吼。你歹势讲的。咱先莫讲，咱大家反正拢爱过日子嘛吼。啊，即马大家呢一粒头拢烧火，拢敢想要选赢嘛吼。啊，咱嘛免甲找麻烦。但是你遐个事务官，你袂使甲咱领薪水无做代志啦吼。啊，你知影讲为着面顶的人的选举，你嘛袂使想出头。这我嘛甲你学落啦吼，因为大家嘛是爱这爱人在屋檐下啦吼。啊，但是为着台湾好。为着台湾过去咱已经铺落去的遐个足好的投资吼，你譬如咱遐个风景区啦，咱遐个公馆旅馆啦，咱已经安尼，伫亚洲咱是算真有品质咯吼。啊，你佫硬死要动，我嘛歹势讲啥啦吼。啊，但是咱先拼好，1月13票一转了5点，咱就开始甲该做该讲的代志吼，拢甲讲甲了，讲甲头，讲甲半暝啊3点。爱一摆甲讲是吧？吼，该做就爱做。哎，老师，我感觉若要讲台湾的经济吼，其实虽然讲咱今年经济成长率无咱原来所预测的遮尔好吼，但是其实我是无遐悲观啦，因为我是对着出口吼，对咱经济的贡献，我拢定定甲扣掉。谁来安尼讲咧？因为过去咱伫疫情的3冬内底，台湾的经济不是表现啊足好的嘛。但是对着像阮伫校内底，阮完全无感觉着讲台湾的经济会变啊足好。谁来会无感觉着？啊，我著领固定薪水的。啊，我的年终也无讲因为安尼就变足济。吼，我相信咱真济电视台的工作朋友嘛是拢相共。咱也毋是海运的。啊，咱会烦恼就是讲啊，像物价起起来，咱会感觉讲咱就加嘛受到伤害。但是我嘛伫疫情解封了，就是讲
经济确实有慢慢啊咧转来。所谓经济慢慢啊转来，是讲咱内部的这个需求啦。吼，咱开始会当出去行搭，咱开始会当伫外口食物件。即马你伫上无伫台北市内底，你会看到一寡餐馆伫假日一般的日子，其实拢是满，嘿，拢订无，啊满，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咱真歹讲，安尼的经济是有问题。对我来讲，当然你也要去讲出口的部分，出口你是做歹好的，啥出口做歹好的？全世界，唔呀，全世界上重要是中国。伫过去今年大家咧预测的时阵，谁会大家看到讲经济应该袂歹，因为感觉中国解封了，因规个经济大爆发，结果无，煞愈来愈害，大家煞唔知影讲到底害啊到什么程度。所以拄则主持人伫节目一开始的时阵讲到讲，是毋是伫即个 APEC， 吼，拜登谈即个习近平若见面的话，是毋是美国伊讲啊，为着要互家己的经济较好，会去参中国讲，互你一寡让步，但是我感觉。美国应该无遮天真啦，无遮天真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是确实无好嘛。好，今仔日你会当看到含阿里巴巴伊固定双十一，伊会公布伊的销售的数字，含阿里巴巴都甲砍起来呢。啊，你若做好的，你想要惊人知影，通常就是无好嘛。参中国即个少年人即个事业愈相共的现象，所以我感觉讲，大家若要仰望中国。咱凭良心讲，以即马咱看得到的数字，不管是中国的出口，中国的出口有一部分是因为大环境无好，这咱袂当讲人无好，因为咱嘛无好。咱嘛无好。但是咱看到即个Mexico， 吼，咱看到即个加拿大，伊的对美国的出口已经超越着中国，就代表讲某种程度，其实即个供应链规个定做已经开始发现着即个效果啊。第二点，啥中国无遐好咧？因为伊内部即个物价，伊伫顶个月即数字又较无好啊嘛。啊，伊对6月份到10月份，差不多拢伫即个无成长、顶下遮咧起落。啊，这是大家感觉着拄则即个有讲到吼，咱台经院区老师有讲到，伊就讲物价会影响到可能是。供给的问题、成本的问题，有可能是需求的问题。大家即马就会烦恼讲，啊，全世界大家进口拢咧起价嘛，原物料拢咧起价，啊，中国甲压济钱出来，是哪里会无起价？是毋是你对你的钱的需求已经降价，所以才造成你的物价落来？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感觉讲，你要甲仰望讲台湾有过去迄种的出口，美国迄种的出口，我感觉迄是无遐紧有法度转来。所以只要台湾伫咱的内部的需求，我都做好。啊，政府伊家伊的公共建设，拄则罗老师讲的，该做的赶紧做。即个公共建设乃当甲做好，其实我感觉对咱台湾主体来讲，应该是袂受到真大的伤害。是。对着出口来讲，对着做出口生意的这中小企业，当然会有伤害。这政府一直有咧看嘛。但是对着咱台湾内部，一般咱住伫台湾这咧食头路的，你啊固定薪水的人，其实我感觉政府来当甲这基础建设做好，啊，就无遐大问题。较少。哦，上后尾2分钟哦，请两位吼来预测 APEC 当中吼，习近平甲拜登会讲到经济问题吗？我感觉我先吼预测，我感觉伊这边毋是要讲经济问题，是要讲政治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两个要见面的这个时间出来了后呢，美国呢佫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啊，所以讲你若讲人讲美国英语讲 pave the way 哈 ，for 那个就是为这个 event pave the way， 但是伊即马这个动作就看起来，伊就毋是要讲经济嘛，吼啊，所以讲这个代志讲，他拄啊主持人讲咁，经济会当对台湾影响，我感觉可能是一切在迄个点啊看无。这个点啊，佫看无，应该是你讲政治的问题啦。政治的问题，罗老师，咱头拄已经嘛，蔡老师嘛伫讲吼，就是讲咱台湾古早成功的模式吼，即摆爱改啦吼。啊，所以我头仔咧讲吼，咱有足侪咱古早的投资吼，咱不管伫安尼大学、伫研究、伫公共，咱即部分的投资其实做要20档啊啦吼。咱其实已经是品质足好诶，咱敢若唔敢开放，啊，所以我头仔就是你讲吼，咱选举以前歹势讲啦，啊，但是咱一定要甲
逐条路拢啊想通，啊选举5点一结束，咱就甲一概讲清楚。啊，咱甲过年以前吼，还有个外月会使冲，咱绝对有办法甲明年的经济救回来。哎，就这服务业，老师的意思哈，是蔡老师。我嘛拄则上尾也无讲到，就是讲我嘛中央银行有哪好好啊注意这个物价啦吼，因为你若真正放伤侪钱出来，啊造成这个物价一直经开始咧起啊，对，你本来是爱加减爱注意嘛，啊你注意慢慢啊收转来，互伊物价卖起啊，这当然足侪人来讲，物价毋是中央银行的责任，但是物价是你中央银行上大的责任，所以我感觉。伫物价这个部分，中央银行应该爱甲开较侪心思，去好啊想讲安怎互物价稳定，啊照顾伫咱台湾人民的生活这个。